先来练圣诗255首，圣花独译的地基。咱来吟全首。 圣诗38首，福岛全能的主上帝。
静心来准备礼拜。
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我着安怎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面前，对上帝谢我的愿。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圣诗38首。阿乐全能的主上帝。请坐，请人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为着过去这个礼拜阮所经历的一切，要来向主祈祷。相信阮无论是拄着快乐欢喜的代志，也是有忧伤艰苦的代，拢有主你美好的旨意，帮助阮会晓凡事来祈祷，凡事来感恩，嘛会当伫每一项的代志顶悬来看起上帝你的作为。阮嘛要为着最近天气变化来祈祷。最近因为大雨，有一寡所在受到灾害，嘛有一寡损坏，也造成一寡人的生活不便。求主你来施恩怜悯，互这个所在会当紧紧恢复，嘛帮助阮会当透过这一切，阮会当看起，阮知要安怎来管理，甲来维护上帝你所创造这块美丽的土地。阮嘛要感谢你，互阮今仔日阁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要做伙来敬拜。求主圣神甲阮同在，
会当透过礼拜中逐项的听词甲牧师的讲道，互阮会当搁较认捌你，搁较较无你，嘛知影要安怎伫阮的生活中来回应主你的疼。阮搁较愿意伫教会中来参与逐项的服侍，来表达阮对主你的疼。求你甲阮三甲之地，阮安尼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即马咱来启用文49篇，也是以赛亚55篇。我来启，兄弟来译。喙干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恁若着开钱买未价值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袂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较遮悬，我的道路嘛比恁的道路嘛遮悬。雨较细，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发清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即是咱搁来看圣经，有两位的所在是伫历代志上卷2章21章18节甲26节，第二位是历代志下卷第3章第1节甲第2节。我来读。上主的使者吩咐加得，叫大笔上去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穀场，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大笔就照加得奉上主的名所讲的话上去。迄时阿罗那在拍切拍麦，外头看见天使，甲伊做伙伫遐的4个囝走去觅。大笔去到阿罗那遐，阿罗那看到大笔，就对五穀场出来迎接，趴伫涂骹拜大笔。大笔对阿罗那讲：“请你将即个五穀场卖我，互我通伫遮为上主起一座祭坛，互全国的瘟疫停止。我会用全额的价钱甲你买。”阿罗那对大笔讲：“我的主，我的王，请你摕去用，照你看做好的去做。我用牛，互你做烧化祭，用拍五穀的器具做柴烧，麦仔做素祭，遮个我拢送王。”大笔对阿罗那讲：“毋通，我一定要用全额的价钱甲你买。我袂用得摕你的物献互上帝，用白白得到的物献做烧化祭。”大笔就用6800公克的黄金，甲阿罗那买迄块地。大笔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佮求叫上主。
上主听伊的祈祷，对天降火烧，这段的诫命。历代志第下卷第3章第1节甲第2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这个所在早前是亚伯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上主捌伫遐对所罗门的老爸大卫显现，所以大卫决定要伫遮起圣殿。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初2开始动工。即摆咱要来请圣歌队献诗来学乐。
即是讲到今仔日，咱是请凤山教会凤山西门教会林志远牧师来讲道。当心三甲来感谢，堪对阮学了尊重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享受神的安息日，互阮会当全部用心灵诚实、鞠躬敬拜伫你的面前。阮要用你的圣殿跪落来敬拜，求你用你的慈爱甲诚实保护阮，互阮既然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学了入你的院，来感谢你学了你的性命的，拢要得到你的保守甲平安。耶和华阮的上帝，阮知你监察阮，你捌阮，阮坐落去，阮起来，你拢详细知，日日远远知阮的念头。但这个时阵，阮要用全意的心，恭敬敬拜伫你的面前，互阮的心思意念伫你的内面得到你的接纳，因为你是神，你要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阵对牧师做伙来祈祷讲：我的心啊！咱做伙牧师祈祷一句，咱做伙来祈祷一句：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拢着学了你的性命。我的心啊，我的灵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一切恩惠，求你赦免我拢总的罪，医好我拢总的病。弟兄姊妹，这个时阵，你的身躯若有第一搭五脏六腑，你期待圣神医治帮助你，你就伸出你信心的手，看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无爽快所在，这时阵咱就来祈祷，请你用你的手下伫你身躯欠安的迄个所在，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耶和华，你是拉法的上帝，你要医治讨帮我，求你用你一切恩惠款待我。伫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中，你已经替我担当，求你医治讨帮我。互我的病得到完全的医好，哈利路亚！主我的上帝啊，这个时，求你互我的病痛离开，用仁爱甲慈悲款待我，医治讨帮我，互我的心欢喜。互我的灵快乐，肉体安然徛起，病痛离开。哈利路亚！主，阮伫你面前，要用你大大开喙，求你照你所看做好的，大大祝福互阮。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求你照诗篇112篇所应允祝福的，因为我的心尊你最大，安尼我的儿女伫地上要兴旺，因要凡事做头无做尾。
因要有聪明、有智慧、有百般的财物，心内阁有美好的灵性，所行所做，凡事尊主你最大。安尼，我的囝儿孙啊，拢要得到大福气。求你才安尼施恩祝福互阮，也互我的囝儿孙代代，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照顾。因逐人伫逐所在徛起，经营从事因的工作，因拢要凡事顺遂行通。因的厝内要有积蓄有钱财，因要有疼心，帮赞遐需要帮赞的人。我的主，我的上帝，求你照安尼施恩祝福伫我的家甲我的家族的内面，互阮所做逐项，通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恁愿意上帝安尼来祝福互你无？你若愿意，请举手。上帝啊，求你倒来讲，上帝啊，求你照拄则我往日祈祷的，安尼施恩祝福伫阮的心上。哈利路亚！咱用一个赞声啊，来学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首先，爱非常感谢牧师、牧师娘以及咱新德公园教会的正总职甲兄弟姊妹啊，恁用阮凤山西门教会啊，伫这个主日会当来到咱中间来恩恁啊，来请安啊，甲募款啊，求你替阮祈祷，也互阮的建堂所经办的事，伫上帝的带领中间，一直拢会当顺序来完成。也伫这所在嘛，爱来感谢啊，这个咱公园教会的兄弟姊妹啊，我的囡仔啊来到新德教育大学读册的时阵，也拢伫咱公园教会啊来做礼拜。啊，我的囡仔是临时的，啊，阮教会有一个青年叫做黄进惠，伊有缘伫这个新竹教育大学的这个音乐系的研究所的时阵，啊，拢有来伫咱公园教会，啊，也非常感谢啊，我的表兄啊，方东丽长老甲张老娘啊，来时因拢特别照顾阮和平教会的青年来伫咱公园教会，啊，又甲我分享就是咱。啊，公园教会的长老拢爱去认养这些啊外县市的这个大学生来伫咱啊公园教会啊的这个主会的这外来的这学生吼啊，所以通讲啊真早啊，就拢啊有听到咱公园教会啊伫服侍顶面拢有真正有疼心有好的风评啊，所以也利用这个机会啊来对因感谢。啊，我的囡仔啊，这个现在伫这个台北中会的北里教会啊做牧师，啊，伊伫读大学的时啊，拢伫咱啊新德公园教会来聚会，啊，拢得到啊我的边方东丽长老啊真好的照顾哦，啊，所以啊利用这个时间，因为无机会通来到咱中间啊正式甲恁感谢，也利用这个时间来甲恁答谢啊，恁做真好的工。上帝带恁纪念，哈利路亚，感谢主。今日我要用
历代记录上卷21章第18节到26节，以及历代志下卷第3章第1节到第2节，来甲咱三角分享啊，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起造甲3000年来的这个历史的故事。今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可能只有通过圣经记载关于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这个由来故事来甲咱做报告，也甚至分享分享阮红山西门教会现在所要建堂的这个基地，安怎得到上帝的这个陪伴甲应允互阮有这个真适合的这个所在通好来准备来起上帝圣殿，也亲像咱公教会的这个地点伫这个社区来向咱的这个乡亲来传扬福音所以伫这个所在通过半点钟的时间来甲咱做报告。也红山西门教会伫1980年是由咱的先辈牧者姚正的牧师，伊捌做过总会议长。姚正的牧师伊伫红山教会牧会20年久，后来伫红山教会退休了后，伊当时的年代无强迫70岁就退休，但是伊做到70岁了后，伊离开红山教会，伊就伫红山镇西里的所在来开拓这个红山西门教会。伫寿山中会开拓的教会历史的记录的内面，红山西门教会是开拓到伫成立东会只有8个多月伊就称做东会这是咱的先辈姚正的牧师伊所留落来的记录，一间开拓教会开拓还未1年，就当称做东会。就是阮红山西门教会伫1980年开拓我伫1988年对台南新学院毕业受派，就伫寿山中会去到伫这间教会来做传道所以这间教会就是我传道的生涯的牧会的第一间教会。伫1988年受派，1991年伫迄所在受封牧，1992年有一个机会，1992年阮就伫即个现在阮即个要起的即个圣殿迄个土地，就是伫红山新庄仔段23公之7孔的迄个所在，阮伫迄所在祈祷宣告，因为迄当时姚正的牧师有一个印象，即个期待。会当紧紧找一块土地来起造红山西门教会，通好互红山西门教会的正向的即卖，会当伫圣殿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伫92年都有一个机会，就是伫当时的一个柯德松长老，也伊的厝的隔壁。就是有一块即个土地是由一个土地的投资客对法院划拍安尼搭迄个通过大师来讲你的迄个机灵地3个尖的所在，但当卖我用3倍的价销带你买8坪即说安尼我迄块土地就会当有路面伊是伫法院划拍买到的23年至7年。因为迄地无路面，四周围拢总人去犯厝伊拄伫内角的所在所以伊就肯定讲，我用3倍钱，带你买你的路面安尼。但是柯长老伊祈祷了，伊互上帝感动，伊讲即地爱留落来做咱红山西门教会的即个圣殿的路用，所以林牧师。咱来去迄个土地来宣告祈祷，求上帝为着咱红山西门教会来陪伴即个土地。讲
伊讲那咱西门教会那讲会好势，咱来买起来了后，我路面的3角尖的这个机能地，我拢奉献给教会。我讲科长老，你是讲真的啊？讲假？科长老真认真的态度，甲我讲，我甲上帝讲的话袂使开玩笑。我讲安尼好。迄当时我真少年的做牧师老长老讲安尼时，我足欢喜。讲安尼好，咱真就来去迄个土地，徛伫迄个所在，举手来宣告，求上帝留这个土地，互凤山西门教会来做建堂的路用。所以，阮就入去到伫迄个所在来宣告祈祷。祈祷了后，我94年我就离开去到伫台东景星教会伫迄所在牧会7年久。我伫台东景星教会牧会7年久，到2000年8月，到倒来伫凤屏教会。凤屏教会伫凤山要去屏东，经过屏东大桥，迄条路叫做凤屏教会。伊是倒伫大寮的后庄的所在。我就伫遐牧会21年久。到2年前凤山西门教会的中执较多来找我讲，因真期待伫因这任的中执，就会当来完成这个建堂的这个工程。阮甲阮牧师娘祈祷了后，上帝圣神感动阮，讲咱甲既然伫迄个所在宣告祈祷，安尼经过算的28年到今年都30年，拄牧会最后的7年久，阮看见阮凤山西门教会正中执真有信心，因为因当时就是期待，就是会当用差不多6000几万，现在教会家己自备款已经有3000几万，所以安尼我就讲，那安尼咱做来拼无问题，所以我就答应，互因离开凤屏教会。无我原来拍算凤屏教会伫2020年的9月份，拄伫遐牧会满20冬的时阵，因甲我讲，你牧师，你着伫即所在牧会，甲你进庭退休，你要65岁退休也好，要70岁退休也好，安尼，我讲真多谢恁的疼惜，我答应，我着伫即所在准备剩2年久，甚至若是上帝应允我到满70岁，安尼我着会当伫即个进庭退休。无如果上帝神感动，特别感动阮牧师娘，伊讲好啦，迄块土地，咱伫迄所在牧会的时阵，咱伫迄所在达上帝讨的，上帝也特别留互凤山西门教会，买起来了后，科长老也照安尼承诺，将迄阵本来是按算要奉献6-7坪尔，但是足奇妙，上帝感动伊，奉献25坪的机能地，拄好完全的路面，拢奉献出来。所以伫迄中间，因大家都真认真安尼筹备。伫迄中间有去碰到，就是迄个路环中安街，是较早的地主伊咧起换厝来留咧的即个道路，所以迄毋是都市计划道路，所以当咱因甲建筑师画图画好了后，因这画图就是即张，画图画好了后，因较发现讲，哇，这个中安街毋是都市计划的路，是私人地的路，所以哇，拢总袂使申请这个建筑，所以伫个所在就通过各种的方法，逼切祈祷，然后嘛得爱行法院呢，行法院才当来处理掉这个代志。伫迄个中间，法院也经历超5-6年的中间的这个了解，后来就知影讲这个土地虽然是私人土地留落来的道路，但是已经过遮尔久的50-60年久，
我就知影。迄土地是迄个地主伊起犯厝别人，是伊留咧爱互通路的，所以法院就在伊裁决做继承道路的即个通行权，所以住伫遐个人拢有即个通行权。就因为安尼因果，阮才当继续申请即个建筑执照。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因头讲即个代志安尼讲，安怎因会当去过所以阮嘛答应讲，若会当去，咱做来拍拼。当时我伫2021年8月，伫个所在来报道了后，到即个10月，咱算要来申请建照爱做一个鉴定的情形，都发现讲，我隔壁都有一个23公尺8孔的一块空地当时阮红山西门口的建筑局嘛足期待会当拿即块空地差不多将近73.8坪会当买起来，但是地主因有强有人，有诶无买卖，所以就真麻烦。阮鉴界落了后，了解讲哇，阮23公尺7孔的土地内面，因前景灶骹23公尺8孔，伊还有一间2楼的厝。因前景灶骹有台湾前景超过差不多80公分，长头18公尺，这做因的灶骹，这样伊厨房。所以阮就甲伊真好咧来甲伊讲，请恁拆除兄弟地形员然后阮所有的工程费，到下咱出壁着保行恁，最后恁地形员，互阮会当起就好。伊人讲好你若要拆就去拆。我讲若你有同意，咱来去律师事务所遐签一个和解书，恁有同意阮照阮甲恁讲的条件，安尼互阮这个圣殿教会会当起起来。伊甲阮找无人啦。伊讲恁要拆就去拆，但是就找无。伫迄个时阵，到11月时阵，我心极其郁卒艰难。我祈祷，讲上帝既然倒转来到红山西门，逐个兄弟姊妹甲中职拢遮有心要甲即个代志来完成。上帝，即个代志你若无出手，可能倒3年5年，有哪无法通解决。所以我祈祷，讲上帝你一定要出手，无会亲像摩西，等于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来到利非定顺的旷野，面对的是红海，后壁是埃及的追兵。因为你若无出手，对方若毋甲你和解，咱也都继续甲伊行法院来讲即个拆除兄弟的代志。毋知要倒一心二心要倒拖几年，3年5年也毋知影。所以伫安尼中间，我甲上帝讲，上帝你一定要出手。我像摩西拄着红海，前无步退无路，我伫遐流目屎。上帝讲，你搁讲摩西，摩西安怎过红海？讲伊手有拐讲对伊拐要创啥？讲上帝，我知你倒后讲啥物意思？上帝爱我讲，你是毋是敢把迄拐记咧红海，记咧困难的所在？安尼我甲上帝讲，我知影你意思。所以，阮伫旧年正月初就开始伫全教会推动全年度的连锁禁食祈祷，求上帝甲阮开路释法度。无，阮已经伫即个所在碰壁，前无路退无路咯。所以，上帝你爱开路，互迄个地主因愿意同意甲阮签即个拆除的和解书。所以，阮就开始祈祷，足奇妙，足奇妙。上帝真正出手，30年，因强有的人就是无爱迷你教会，因都甲小妇人讲，
毋通互在遮去教会遮加杂做诶啦，加逐咱吵诶啦。咱这拢徛假诶所在啦，闹中取静啦。咱这所在足好诶，哦，你教会若来，咱就会搅扰着，等等遮个代志，毋袂。阮诶即个画图画好，即块圣殿会更叮当，所以阮就开始推动全年度诶连锁禁食祈祷，做奇妙。阮伫所在开始祈祷了后，阮2月28，阮2月28，就即块土地，即个维尼巴即个所在，就是迄个科长老伊奉献出来，诶，即个机灵地，阮兜有即个路面，拢25坪，拢伊奉献，安尼阮的教会路面拢总有。啊，总是要起，就是我头讲的问题，就伫迄所在。遐有一间厝，咱来看即个所在，才有一间厝，2楼，啊，因灶骹伫阮的土地顶面。阮2月28，阮带阮教会，伫旧年2月28，带阮教会兄弟姊妹逐个人伫迄个所在来举行得地为业的即个祷告会，然后阮伫迄所在设社区，甚至设耶利哥城安尼设7年，设7年了，阮踏入伊的土地的即个所在，阮伫迄所在宣告，上帝求你将即个土地，互即个土地愿意来甲讲个教会讲买，足奇妙。3月，即个地主之一的代表拍电话互我，讲林牧师，阮4个共友人吼，要来分割，拜托恁的篱笆借阮过，恁的篱笆借阮过，我讲篱笆要借你过要创啥？伊讲阮要来拆迄间厝，然后阮4个共友人吼，阮要虽然分割有清楚，分割了后吼，恁若有意思吼，咱来讲买。哇！我听就讲，我是毋是在做梦啊？我想啊，我可能无机会啊。搁来伫红山西门教会，即个工课若袂叮当，我就只有伫遐等我这人来退休就好啊。总是上帝真奇妙。伫旧年，互阮甲因组选安尼，拄啊到旧年，阮伫迄所2月28，阮伫联合屏东林良堂，因为扫脚队，阮拢伫遐所举行得地为业的祈祷会，阮伫遐设7年，伫遐宣告上帝啊，23公尺、7公、23公尺、8公这土地，求你拢达红山西门教会，你30年前备办的，现在今仔日你阮备办这23公尺、8公，我即块土地会当拢成做你起圣殿的路用，所以现在阮即块土地伫凤山捷运西站，凤山捷运站就是凤山市议会的捷运站，离两行路2分钟尔定。阮伫凤山的家乐福行路3分钟。都伫奥莱，现在都伫这市议会都来开始都已经都去。阮拢行的离卫武营音乐中心，卫武音乐中心10分钟尔定。所以迄块土地。伫四周已经无空地，这土地拄啊220几坪，会当成做阮建堂的路用。所以阮旧年把即块土地都买起来，因为郭培宏长老就是营造阮去找郭培宏长老伊的营造公司，就是丰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我要拜托伊带咱去，咱的总会甲台北大安教会，咱总会南部办公大楼，伊完全拢是郭培宏长老。伊是做听主的一个长老来起的。伊就讲无，林牧师，恁即块地一定爱买，无买吼，恁安怎起都袂水。所以阮就祈祷，上帝真正足奇妙。阮到伫旧年12月2日，分别把迄4个人甲买起来。伫买起来中间嘛，看见上帝甲阮陪伴。因为4个人有2个人不卖，阮就去找迄2个先买，阮就买起来。阮用总会财产法人甲伊做共有，然后阮到8月登记好势，阮就去法院
申诉的这个协调，来协调讲我已经带恁买2份起来，拄啊3:2，50坪啊，所以阮要确定阮的土地的管理，所以由法院来做声明的这个分割的这个说明会，因就乖乖11月，就来甲阮来谈判，然后因要加较悬的计数，我讲恁阿姨甲恁表妹的2/3拢已经8月初都拢登记好，所以阮只有是用合理的价格来甲你讲这个代志，因家己本身也考虑，因若无得卖出来，因迄地剩24坪尔定。因什么都不能动，所以因就甲阮谈面所以阮安尼拄啊好到伫去年12月21拄啊1年，但是这土地完全买起来，安尼阮只有228坪，阮的占比率拄啊60，所以阮会当起127坪，阮起的中间拄10年，甲咱的牧师做分享，阮大概有哪条起像咱。公园教会安尼，这个室内差不多起差不多8到10坪安尼，差不多聚会这个人数一场会当坐差不多200个安尼就好，因为咱的经费当讲，伊若伫5年前若处理有好势，赶紧来起1坪较8万，但是现在1坪17万到20万，所以因较早欠长内都积资的3000几万，到去年都买这土地2100，千几万。总是上帝足奇妙。阮是一个小型的教会，红山三门教会住的拢差不多60-70个。阮去年就2100买这土地，但是到今年阮大家真拍拼，认真奉献。到阮7月的中秋的报告的时候，上帝对阮陪伴，阮真伊个都像阮自备款，伊个有3000几万。3000几万，当然阮这里起造的中间。当应做的部分，初步估计，阮差不多爱备办差不多9300到1亿，所以伫安尼中间，阮实际缺口内总无算，内面的状况无算，阮实际缺口都6-7千万，若内总算咧，嘛才爱1亿，所以伫安尼中间，阮完靠着信心，求上帝带阮陪伴，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伫去年，互阮看到一个无可能，伫人看做袂话的代志，伫耶和华上帝凡事拢话，哈利路亚，真爬起来。所以这个代志对阮教会有真大的鼓励，所以兄弟姊妹真认真奉献。所以当7月拄啊到7月，7个月，阮竟然会当奉献。到要2000万出来，这实在是阮超出所求所想的，真正阮连想都毋敢想。所以上帝是带阮陪伴的，是超出恁所想所求的。哈利路亚！所以期待咱公教会正向姊妹举起你的祈祷的手来替阮祈祷。阮期待毋望会当亲像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就是代表。安怎找到这个土地？这个土地伫圣经内面历史安怎来？伫创世纪第17章，就是亚伯兰带伊的军队去解救伊的弟仔罗德，伊的弟仔罗德去互当地迦南的这四王五王掠去。亚伯兰拍败四王五王，得胜解救罗德倒转来。倒转来了后，伊行到撒冷国，上帝大祭司利基洗德伫这撒冷谷出来迎接亚伯兰。亚伯兰看到利基洗德，就知影讲这是上帝大祭司，就摕出伊所得胜的1/10的战利品来奉献伫利基洗德的面前。到第24章。到24章的时，亚伯兰年老100岁时，
上帝予伊一个囝，叫以撒。到以撒12岁的时阵，因迄当时住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的南边别是巴的所在。亚伯兰罕带着伊的囝以撒，两个爸仔囝，行3天去到伫摩利亚山，要将伊的囝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迄个时阵，摩利亚山的名就开始出来，啊无较早咱叫撒冷国。摩利亚山，伫迄所在起一个段，但伊的囝贴伫叉里，要带伊囝献给耶和华上帝的时，耶和华上帝讲：亚伯兰手动，因为我看你的信，称你做义，哈利路亚！因为你的信，你听我较赢过你的囝，所以你茫伫这个囡仔下手，伫迄边。刺配内还有一只羊，你牵一只羊来献祭，所以亚伯兰称迄个所在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伫伊圣的所在，伫个圣山为着伊家己备办。对不起，所以迄个所在就真做以色列人，耶和华分别最圣的所在的这段的一个所在。都经过1000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王已经起着伊的王宫，已经平定天下，带领王宫。伊较发现讲，哇我亏欠耶和华上帝这样代志，因为我已经带伫新属世的王宫，我住豪宅咯，但是耶和华上帝约柜还都伫宝贝。所以伊的先知拿单讲。咱应该来达耶和华起做伊的圣殿当中，耶和华约柜迄个伊的圣殿的内面。迄暝耶和华上帝神就临到拿单，讲你甲我的王讲，甲特别讲，你的心思意念，耶和华看者好。伊若安尼行，我要十分祝福，互伊的后裔代代坐伊王位。这是圣经内面新约内面叫做大卫之约的。神学主题，所以大卫非常欢喜，就文武百官、众百姓的长老甲众百姓宣告这样代志，大家人心极其欢喜，有钱献钱，有工的献工，有才能的献才能，真有好功夫的人拢来去耶和华圣殿，但是上帝讲。无要伫你的手起啦，要因为你的手流人的血，所以要伫你的囝坐你的王位的迄个王叫所罗门王来起。所以咱今日靠历代记录第3章第1节、2节，才提出来，大卫为着起做耶和华的殿，借助所有的这资源，了到伊的囝登基第4年第2月初2开始动工。所以，阮也期待，阮望，已经到伫9月初，阮就要甲建筑师来讲第2遍的修改图。阮已经在重新画建筑图。阮9月初一就要来定着阮起的面积甲阮起的方式。阮大概初步估计到9300到1亿。因为即马用做厂过张的人讲，凊彩爱17万到20万，若乌地基就爱乌地基爱一平爱27万。所以安尼估计阮的缺口都诚大，所以求上帝带阮家己备办。但这个代志伫圣经内面，大卫伊就一直咧找所在，大卫要踮对起。上帝神感动拿单的老师，先知拿单老师加德，因为加德伫撒母耳下馆，所以说在撒母耳的学生加德，因为撒母耳伊带一群的先知，其中这个先知加德，得到耶和华指示，讲你甲我的罗卜大卫讲，你得去。阿波斯人，在咱今日所读的经节，历代志录上元21章。阿波斯人俄尼兰的五角场，迄地主
你若讲恁正在用这个土地是阮的祖阿伯拉罕伫遮献伊的囝以撒，所以阮要来遮，带你买，用合理的价格带你买。买好了后，阮伫这所在要起耶和华的圣殿，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耶路撒冷圣殿，我伫2016年，2016年，我有去到伫迄个所在，那个所在就是西墙坑道，考古学家伫迄所在叫西墙坑道，西墙就是以色列人只有当望着圣殿伫迄所在入面，伫遐呼求耶和华的圣殿的西边的墙啊外面。因为迄所在就是这穆斯林的这金顶清真寺，所以伫迄所在考古学家学咧，已经到伫16公尺的所在，已经学到证明要提出世的婴仔耶稣的大迄个王，伫迄所在顶建的圣殿的这个建筑物，伫迄个圣殿内面，原来土地都在屯河边塌去，都继续起。然后伫24公尺下边，已经证明所罗门王伊所起迄当时的地基，拢伫原所在。现在甚至穆斯林回教的第二个圣地，第一个是买家，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对，青顶金真寺，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是萨伦谷，这拄则讲的也。俄尼兰的五角场，伊伫遐读册啊，然后这里所罗门王叫伊的老爸大必对耶和华在启示的圣殿的模来伫迄所在准备起着圣殿。所罗门王起好了，献堂的时阵，耶和华阳光充满伊的圣殿，哈利路亚！但是3000年来，即嘛是穆斯林的清真寺，因拢都伫这个顶面塌起因的清真寺。所以这是伫圣经的内面，现在耶路撒冷圣殿，就是俄尼兰、亚布斯兰、俄尼兰的五角场，也是阿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经故事。所以伫迄个所在，代表用合理的价格，用600舍克勒的金来买，一般买是用银，总是代表讲这是买互耶和华上帝，所以比较贵是煞嘛是爱买，所以用合理的价格用金来买。你若看到代表来买这土地，讲王啊，你也卖拢互你，我唔敢留，你若卖拢互你，因为知影这王若讲无好势，你若可能阿布斯人因就招架袂足，所以伊叫伊囝安怎？今仔日读的经查讲，叫伊囝安怎？学紧闪秘密，咱就知影讲，迄个时阵代表伊都无要来往老人的货，伊要用公道价格来谈买，哈利路亚！所以咱要起做圣殿，若是合上帝的心意，咱用较好的介绍。甲咱买，上帝拢一定会甲咱补助。所以，阮旧年伫迄所在，一坪阮用28万来买，拄啊买75坪、74坪，拄啊开2000元。阮就是用这种精神来要起做阮红山三门教会。所以今来咱公教会正中期兄弟姊妹替阮祈祷，阮毋茫期待伫明年2月初2会当顺序，是明年上半年度。就当顺序来开工，因为阮这也已经有在自备款也将近3000几万啊。大家伫即款正当心的下面，阮做努力拍拼。下面就有阮的艺美品，阮的艺品拢是真感动，听主的兄弟姊妹，甲一寡企业家，安尼听着阮的见证。李牧师，我来提供这艺美品互恁，比如蜂胶啦，然后最近2礼拜前才提供互阮尔。有真侪听阮的。这兄弟姊妹，甲阮赞助屏东上好这米147虾米，互阮预备。阮买米已经剩无济，是147，是屏东比赛米第3名的，迄拢是足安全的米都有真侪
这资生堂哦，这听主的姊妹台湾提供，啊，都真侪这婴儿根是一个姊妹哦，伊都代销的，这代销是张忠谋夫人哦，张忠谋夫人伊唯一给人代言的一个这个台湾的燕鸥啦，白木面婴儿根你泡鲜奶。泡什么物件，拢足大，足好食。你要煮烧的、煮冷的，拢足好。伊的多糖体是比一般加4倍的多糖体，这是中国医药学院所研发出来。所以会当真放心哦。来台湾赞助哦，奉献还奉献，义卖赞助还义卖赞助。我相信上帝会对天顶开福果，变福气，使得祝福伫咱。新德公教会真多谢张牧师也安尼用这节时间来咱陪伴介绍咱新德教会是咱通讲，我听了足感动。当然，咱的敬拜赞美团都有3、4团，我讲这伫咱长老教会内面哦，异类呢，哦，恁礼拜真正有活命的啦，阿们哦，咱的长老教会兄弟姊妹吼。虽然是中规中矩，但是敬拜上帝的顶面哦是有活力的。哈利路亚！愿上帝赐恩祝福伫咱的中间，吼，伫牧师带领甲牧师女带领里面，我相信咱公教会要成做咱当基督长老正教会的模范。哈利路亚！咱上甲按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用淡薄的时间来公教会来报告、来见证这个。阮凤山西门教会见证看见上帝的灵怎样替阮开路设法度，阮有较真大的信心，继续向前来努力打拼，毋望伫无久的一日，就当看见上帝你的圣殿像所罗门王完工了后，阮献堂的是摇花你的阳光充满你的圣殿，互正兄弟姊妹甲迄个福音的。传福音的所在的乡亲，拢会当得到真大的这个祝福。愿你听阮的祈祷，帮咱伫倒中间，互阮所经办的事一直拢顺序行通。阮所无教起来，摇花你替阮备办，因为你是摇花伊个上帝。阮伫你带领下面，阮就无软弱，无惊吓。愿主你成就恩典伫阮的中间。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来唱回应诗255首，请起立。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
请坐，这是咱奉献，请奉献的同工，请咱嘛会当为着红山西门教会来奉献。好，请咱起立来做伙唱奉献诗。天父上帝，感谢你伫生活中丰富、甲会供应、甲看顾，愿圣神继续保守阮时常满足，为阮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愿天父上帝欢喜阮的奉献，嘛求主引带我运用正人的奉献，来做主所欢喜的事工顶面。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请坐。这是报告。咱先感谢林牧师对远远凤山高雄来到咱遮来甲咱分享。好，过来咱要欢迎对真远的所在转来咱教会，就是钟安南长老夫妇。咱请起来就是总书会牧师的爸爸甲妈妈。甲姐姐，因对巴西转来，我甲恁讲一个，伊是我细汉时阵的助理学老师。你看，到即马佫遮少年着吼。好，佫来看咱的周报告，就是咱要召开小会，伫9月初2 6点，拜六7点。
请小会员来出席。啊，中集会要伫9月初3，伫礼拜煞12点半伫7楼，嘛请中集准备来开会。另外就是圣礼典伫9月初3有2个礼拜来举行，迄一天嘛是有洗礼，所以若有要洗礼的兄弟姊妹，请你记得会甲干事遐报名爱上课。好，过来就是主日的消息，伫后礼拜六甲礼拜日有一个升级营吼，升级，升过一年就升级，所以要对升做国校1年一直甲升国中1年的学生拢会当来参加。啊也请咱鼓励咱的囡仔来参加，还是孙仔来参加。啊无的，就是请恁为即个代志来祈祷，帮助遮囡仔伫即个营会内底会当得到真好的一个学习，特别伫因的信用顶悬，甲老师也有真好的沟通，因会当诚做因细汉时阵就认捌即个信用，啊帮助因来大汉。所以请会友会当为即个代志来祈祷，因为伊迄天要来带伫咱教会内底。恁若有闲，嘛会使来看一下，看遮囡仔是安怎带伫教会。过来咱看，搁有就是圣经公会伫9月初2拜六10点，要伫济南教会举行总书会牧师伊的就任总干事的感恩礼拜，咱圣歌队有要参加，所以兄弟若有要参加的，嘛会当做伙去。教会有请游览车，但是爱请恁逐个会记哩去伫1楼来登记。好，咱 COVID-19 即摆已经恢复吼正常化，所以若有需要恁要用酒精，还是要戴口罩，咱就无迄个严格的限制吼，就是随咱兄弟看咱要爱家己戴，还是无要戴口罩啊，拢会使。但是教会嘛，拢有准备酒精，还是口罩，佮量温度计吼，拢会当使用。后来咱看教界消息，桃园平安7月节音乐会要伫8月26拜六下晡3点到5点，伫桃园展演中心来演出。啊，牧师遐有2张贵宾券啦吼，啊拄则嘛伫国语堂报告，只有2张，要2堂，这么多人吼，所以有需要的人就赶快跟牧师索取吼。那有需要的人，记得紧甲牧师摕即个贵宾券2张吼。好，过来就是新德中会倒球的比赛吼，以前拢伫咱教会，但今年咱要去鼓山教会，咱教会有组队参加。好，过来是迄个七星中会罗东教会8月27礼拜日下晡3点要举行郑玉智牧师就任主任牧师吼，佮杨承恩传道红幕要佮派去伫5个教会一个感恩礼拜吼，咱请为即个来感恩来祈祷，啊，若有要参加的嘛会当去。好，那牧师要来补充报告。特别补充一项，就是咱每一档咱马街病院拢有办理即个新竹市政府老人的健康检查，这每一年吼，若是开始办的时阵吼，一上网就秒杀啦吼，我旧年要去办，我办无安尼。所以我想咱教会有一个年长遮兄弟姊妹，你也65岁，想要办理这，咱教会吼有特定来申请安尼吼，应该若较早申请应该会对啦吼，所以你伫1楼出来写一个预约单吼，写咧，即个9月17、24甲10月22吼，一个3日礼拜日，差不多7点半、8点半，这3个提出吼，会当做检查吼，做检查了，咱就让他做礼拜吼，所以恁若是有兴趣要做体检，咱65岁以上的涉及新竹市的市民吼，你来伫1楼所在写预约单吼，安尼咱教会尽量帮忙互咱会当预约到即个名额吼，咱把握这个机会吼，你若要上网嘛是会使吼，上网可能要9月啦吼，不过上网拢秒杀，可能无一定前厝会着吼，所以咱统一来办理。
请咱起立，做伙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399首。啊，唱诗煞，咱请林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照圣神的感动所传互你因，刻条伫咱众人的心内，也愿慈悲上帝的主爱，围绕伫咱正兄弟姊妹每一日的心上，你只是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